歡迎大家嚟到曾子的閱讀世界。今日想帶大家去一個台中嘅新景點鹿尾圖。我去嘅時候呢度仍然係試營嘅階段。呢度第一個令我感到驚訝嘅地方係，竟然有跳飛機，仲有騎木馬添。書架上面呢，仲有好多嘅公仔。呢度有好多好新嘅繪本啦，分類非常之細緻。而家仲有一個關於小英雄嘅專題展覽，有館長推介嘅書目，仲有好多互動嘅遊戲。小朋友呢，可以坐喺呢一個角落，寫下字、畫下畫，掛喺展板上面去回答上面嗰啲嘅問題。再細個啲嘅小朋友呢，亦都可以用波波投票俾唔同嘅英雄人物。新書展示嘅方式我非常之喜歡。透明嘅台上面，同一本書會放兩本，一本會打開放喺透明櫃裏頭，吸引讀者。圖書館嘅另外一個特色就係好多呢啲迴旋型嘅設計。上到頂層，你會發現書櫃突然間矮咗，原來係要俾大家欣賞到窗外嘅景色。去嘅時候，鹿尾圖仲係試營嘅階段。
呢度會喺12月13號正式開幕。佢位於台中中央公園嘅北部，由台中機場過嚟可以坐巴士直達，非常之方便。我諗喺佢正式開幕之後我一定會再嚟，順便參觀美術館。應該要喺附近租一晚酒店先得啦。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會喜歡，多謝大家。